嘅一班畢業生，帶我哋走進呢個充滿愛嘅色彩之旅啦！各位小朋友，今日想同你哋分享五色福音嘅信息啊！五色福音就係用綠、黑、紅、白、黃5種顏色去幫助大家記住神拯救世人嘅好消息。第一種係綠色，代表神創造天地。而家請你哋運用想像，走入神創造綠油油嘅世界啦！我哋一齊化身做小昆蟲，走入伊甸園睇下。唔使驚，神派咗佢嘅獨生惡世為人，被釘喺十字架上，流出寶血，赦免我哋嘅罪。
穌已經復活啦，讓我哋都成為新造嘅人。不如我哋都一齊回顧你哋喺朗屏村真光幼稚園度過嘅開心時光，一齊唱詩歌去感謝神啦！用我心唱出。